我有一只规划的社区，为居民乡下一时一时地来打造。也多年来拖延中落，慢慢由后生人、艺术家、创作者落去，也有黎明过很付出，想爱屯属于在地的文化留下来，还会有创新。4月日头，拖延艺文呈现屯中落区亚洲里乡下合作规划的泰式头装艺术同乐会安尼嘅活动。因为15组在地嘅创作家和个团队，带领居民对河坝表演嘅汉嘅空间、老屋嘅无体用嘅市场，到社区公园2天一度打造艺术展场，还透过青河坝嘅活动，我很想大家从事环保议题，想要用艺术安尼嘅方式来强调居民嘅意识，想要为社区写下很多精彩嘅故事。做灯水油桶，杜搭水衣服，准备好势，大家顺便推野其他去，爱去河坝渡洪做势。你看，这都是垃圾袋，都是塑胶的东西呀、几乎这边上次清也是一样，几乎都是塑胶的，塑胶东西特别多啊。同垃圾严到睇垃圾推野渡洪，爭幾分鐘就總能咩？有時節到河壩船內銀行鋪頭嘅人，就同掛叫為野送嘅抌下來，然後也總能咩垃圾嘅推野掉上去。好，上去，來，這有夾子。又打咩係拖延總冷先嘅海，咩係在天然係些時節加上未來較料嘅蔬菜，唔過也下做起變用嘅。所以河壩也就講老以前來講髒東多啊，以前要比有唔係好掉啊，有該下尾做一作唔係該掉啊，我就細從細都要掉唔係。看那岩起來嘅天色，看到人唔甘心，要炸嘅做多數嘅農嘅散戶。其中還有各種各樣嘅罐呢，同塑膠類嘅東西。電池跟盆栽，還有一些比較鐵皮屋啊、地毯啊的東西，然後衣服、皮帶。就覺得，我們有時候可能只是這樣隨手一丟，或者是讓它飄走，它就會掉到水裡去，這樣很不好。而且也看到很多死掉的魚。做唔得垃圾，特別河壩肚去啊，個塑膠唔會用啊，我一路看到一倒嘅時節，我當然會停得。是希望大家愛保護了環境，較倡議到嘅。中立區新興里里長同陶業藝文呈現，一擺發起疫情河壩嘅發通，主題希望在地人愛多關心社區嘅事情，咩希望叫喚起大家落實渡洪對泰生態中嘅影響。河壩啊，倡議啊，就像安尼結棍啊，倡議啊，迄唔係大家看到就好。生發出看起來環境要較強，你結果你食到啊，你就將嘢叫做中風哦，你河壩要更加唔掂嘛，要被槍離了，因為這個區塊呢，以前就是在中壢，就是在一個新界溪跟老街溪流域所構成的一個聚落，而它正好就是臨着新界溪，然後新界溪其實以前叫做石頭溪，對，就是代表它石頭非常多。那這個區塊的莊頭呢？因此而得名，就叫大石頭莊。剩下的7個里都忘記自己是叫做大石頭莊的一部分，所以說呢，那我們就取這個意象，讓大家了解以前舊的莊頭。垃圾分類，不浪費資源，回收垃圾，不製造垃圾窩，腳踏泥土，新鮮空氣，與生活簡單容易。還有參加青河壩嘅後生人，健彈吉他，唱出自家創作嘅歌曲《發泡之歌》。我歌裡面就是講到，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地球就是一個而已。對，我們如果不，其實
地球它不需要理我们，对。可是我们如果不理他们，那最后他们不理我们，我们的生活整个周遭环境就会变得非常不理想。那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爱护它。以前这边就是石头很多，所以说叫做石头鞋哦。对，掠尾很多石头鞋哦。安尼掠都已经睇得掠下哦。景行、景同來參加嘅民眾，小嘅沙期也按到人類嘅改變。桃園藝文呈現同沙期合作嘅泰山條組藝術同樂會，未盼圖蘭發通，帶大家來參觀215組蔡天團隊同蔡天兒創作嘅藝文作品，其中有創作人嘅創作係用先前疫情河壩染起來嘅特色。然後大家撿起來之後，就發現這個垃圾真的是很多種，就是包含有車牌，然後還有一些水管、建築廢料。那撿起來之後，我就想說要怎麼樣把它表達出來，所以就做了一隻來自新街溪的，算是怪獸。有的人說它是烏龜，有的人說它是魚，然後甚至有人說它是一台車子。對，那希望說大家可以關心環保的議題，就不要再往溪裡面丟垃圾了。除咗要用人風體嘅素材來做出嘅作品，行一轉沙期，可能都有加歷史嘅路幅嘅。然後這邊之前就是爬滿了火龍果，因為其實他們當初的爸爸，他就當初種了火龍果以後，他這裡就接了一些鐵網，所以那火龍果就一直順着爬，所以就變成現在這樣子一片火龍果的樣子。路幅嘅邊框台南咩火龍果。福嘅機器，並到也限嘅20年研究。條下馬桃園藝文呈現嘅人就有注意到，有營業房主轉到也來治理，也到就同房主溝通，希望佢肯同空嘅房嘅提供出來做展覽嘅場所，房主滿口應承。這個作品叫1998，就是其實他們大概是他們搬離的那個時候，對，所以其實到現在已經18、19年了，對，然後我們就是運用這個。鐵網做成的石頭裡面去包覆住這個關於廖家的記憶，對，包含這個時間靜止的閱歷，跟外面其實還在流動的時間做一個對照，對，然後還有一些他們家生活的記憶啊，像是這個有一些他們自己手寫的小叮嚀的一些筆記本，然後或者是媽媽的那個鈎針的小作品，就是透過這個方式去講述這個家裡的記憶，這樣子。那后来我发现说，里长他们跟年轻人展现的是他的精神，他创意。那我是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说，既然是你们要有创意的话呢，那这些除了他原来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摆进现代所需要的设计上进步的东西？他说慢慢的会踏出第一步，蝴蝶会蜕变。一般藝術同樂會嘅重點活動，還有東京中部做成第一夜兩文市場，藝文呈現嘅成員同天主教同過後，成為蔡天兒。對同市場所打槍地和銅壁密度重新，喺創作者嘅帶領下，做嘅麻水劇片點，用以每夜5集做出其形影，還有睇嘅人工嘅，咩還有展覽蔡天兒預備相片做出嚟嘅創作。因為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居民會給我什麼樣的圖像，所以就變成說，他們是我就等於當我的眼睛，就不是由我去觀察，而是由他們自己去觀察，然後提供他們的看到的東西來給我，然後再來做篩選。那所以就是原本它裡面放的東西都是商品，那我想就是用商品陳列的模式來做附近的風景的一些切片收集。某一個市場都屬於了，屬於了都不用太荒廢，我覺得吃得懂可惜，我覺得很可惜。你看這麼寬，弄一弄大家來那個來這裡，你看是不是很好？有可能是因為黃溫市場的興起，導致於這樣的形式的市場就沒有辦法再做下去。那就我們就很幸運的跟這裡的地主。還有這裡的居民一起合作，先把這裡整理乾淨，讓它慢慢的變成
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我们想象的，对，让这里的空间释放出来，让大家能够亲近。活泼嘅空氣，每個家庭嘅創作對象，家庭都嘅熱調鹽，白調三條落去，中調切物，就嘅沙琪嘅新發現。那因为既然是艺术节，所以就是想说，只有种菜就是很太平常，所以我们想说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那就做一张草皮的椅子。那因为想说附近，后来那时候听说有很多阿姨，她们都很喜欢种菜，所以我想说那就弄成一小圈一小圈，那大家就可以先各自来认领一个自己喜欢的圈圈。做了讲都市度的就洗发园呢，吼啊当好啊对了地方上游嘛吼，环境了得啊规则就要改善。好，所以我見到有了安尼了同仁議員陣線大家討論之後，哈，就講啊，你要來做了洗菜園呢，哈，啊，本了藝術家來創作，哈，你看今日唱的人創作都一樣落去，係唔係講安尼了沙琪規則就變化睇咧？沙琪每大部成年嚟做規劃時，有為新嘅變化，也辦法通係同美術班嘅先生來合作，為小朋友嚟做設計組，甚至於到沙琪都空去潛。有奶豆係一定讚美，也係含有物界愛貴之呢，家豆都用圖像來創作。那其實這個活動主要除了給小朋友以外，也希望爸爸媽媽一起來參加因為很多人住在這邊，其實住很久了，有些巷子根本都從來沒有走過去。對，那透過這個活動，他們呢，其實可以在社區有更多的了解。我發現到就是電線桿啊，還有這個像那個鏡子，然後上面都會被貼的廣告單，還有那個膠帶的那個痕跡，所以我就想說，那就把這個畫出來，跟大家講說，不要再貼這些東西，影響社區的這個美觀了。我覺得，因為我們自己有參加過這次的活動，一方面我們可以更認識這個社區之外，覺得原來我們一個小小的畫作，也希望別人可以注意到這些我們注意到的點，讓大家不要只是每天只是走路經過，那可以更關心一下這個社區。未有創作者希望同沙琪嘅想法更熱到作品都空，用周邊嘅方式做出量體同發通平台，平常時幾米就做得嚟呀，草雕、泡茶、打嘴鼓。未有人到公園睇樹下，就用彩鐵嘅東西做出細細嘅嘢帳篷，按你彩鐵兒嚟到呀，愛做乜嘅都做得。我們現在都活在都市嘛，那都市的材料都是很自私的。我希望，弄一些比較很自由的東西，對，或許可以對小朋友一種啟發，他會覺得，我的生活不是局限在這些人家安排好的東西，可能我可以開始探索我地上長出來的東西啊，樹上長的一些自然材料，他慢慢摸索這樣子，希望有一點這樣的啟發。後面的地方我們就是用竹子竹編去做搭一個涼亭，這個舞台還是有點結構考量嘛，所以我們就是用那個南方松，然後把這個地方把它搭起來。搭完這個舞台之後，你平常就可以看到這些社區的那個叔叔阿姨們啊，就會坐在來這邊聊天啊，從早聊到晚啊。因為亞豆更熱沙琪連環嘅藝術創作，唔到啲嘢大家一唱就喊卡錢呢。呢度平常時大家唔會去注意到嘅素材，就喊卡到熱會塔到嘅去加以有熱氣。陶冶藝文呈現咩希望，亞豆素材重重久久就喊出來。那我們也希望後續能夠將這些空間一個一個整理起來，把這些閒置空間讓人去運作。比如說，我們可以讓社區的民眾一起進到這個空間裡面去，辦一些分享會或者是社區活動相關的活動，對，讓這些閒置空間能夠開始有活絡、有人氣這樣子。都為安保石頭，沙琪有都冇共用嘅風氣。頭擺人工生條下嘅新界海，可能到一米太媽咪講爸爸嘅五個，係創作者用幾米燒類嘅塑膠桿呢做出嚟嘅作品。也項作品唔單唱同沙琪點到講爸爸嘅，未帶通幾米大家要行卡到行卡前嘅互動，按嚟沙琪文化未將會上上下去。